今仔日就是有来听我甲做伙的迄个朋友讲台语，爱讲较济，拢有学着，但是就是听着家己讲台语就开始家己会嫌家己讲啊无好听、无顺、无正、无标准、无标准。毋过嘛，为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会去思考，就是讲，其实讲台语为虾物会想要学讲台语？因为可能就是我想要互我家己知影讲，这讲台语我就希望别人有好的回应，会当讲。听我讲台语讲无啥好势，但是袂甲我嫌啦，袂讲问东问西，有耐心，就甲我鼓励。但是实际上，往往拢是讲无啥好势，大家就会较无爱向我讲嘛。是有即种状况。就亲像讲我写小说共款，写小说甲讲台语，这两件代志是共款的，可能是有快乐的，有成就感。但是呢，我去谱我的小说，甲我讲一句台语，我期待别人的反应，都是一模一样的代志。其实迄道理拢共款。我会期待别人有好的回应，嘛希望讲为别人的回应内底，就知影讲我到底讲的台语是好抑是歹，我写的小说是好抑是歹。所以我拢伫期待别人的回应，但是呢，我写小说别人可能反应无啥好，有种种的原因，我就会自我怀疑。我若开始讲台语，我嘛会想讲奇怪，即摆人拢无人伫讲台语，啊无就是讲因会去讲台语的人就足少啊，就像讲会看文字、看小说的文字的人足少啊，共款。我就会想讲，为何已经足少啊？但是迄个人只会甲某物人讲台语，回应的时阵回台语，就亲像讲，虽然看小说的人无济，但是呢，有一寡人就是会去看别人的小说，但袂看我的小说共款。我的心情变化，是差不多的状况。所以我即马爱训练的，就是我的心。我写小说，我讲台语，这是我的代志。若别人的反应，就做参考就好。因为我知影讲我自己的状况我写小说可能迄内容毋是讲大家介意的。我讲台语，即马台语毋是讲定定练就遐久拢无啥会晓讲，拢是伫训练当中。我就毋免讲一直讲看别人的反应，就心情无好还是讲心情有较心情好、心情无好，有即种变化，是因为别人的反应，是因为别人有甲我称赞。其实拢共款，就是讲这款代志这类的代志，其实就是问家己就好就看家己就好毋免为着别人的反应，第一怀疑讲我即马写小说写安尼是对抑是毋对？我即马讲台语讲甲安尼，我讲台语到底是对抑是毋对？拢是共款的道理。我即马有
豆豆仔上清楚啊。当然啊，我因为写小说，就会熟悉一寡写小说的世界的朋友，嘛会去接收到比尔的世界、小说的世界。我即摆嘛，因为学台语，就会去 Clubhouse， 会接收一寡以前袂接收的人。其实就是安尼啊，就会去听一寡以前袂去听的物件，互加知影讲台语的用法。写小说还是看别人的小说，就是会知影讲一寡文字的使用。其实是互我新的世界，但是呢，我着做想要牺牲别人，做想要做第一名。这就是我长期的问题。我无法度讲享受伫内底，毋管我是别人认为我好毋好，有欢迎无，我有受别人的欢迎，还是无受别人的欢迎。其实我的态度拢共款，我的心情拢共款，拢做平静的。这是我我我较欠的。我就会一直想讲，像我写小说写了，若讲别人无诚侪人看，连我家己嘛毋敢看。我会捡互打击。这拢是共款的毛病。我即摆当然就是爱豆豆仔去知影讲这过程，莫讲伤紧张，也无就是会生气。迄个时阵写小说，发觉别人是会去看别人的小说，但是对我的小说是较无兴趣的时阵，我真正心情诚无好，就感觉讲这是对我的一个无肯定，是共款的啦。就是所以可能这宇宙爱互我学这个代志，所以咧，伊就引我来搁学台语。台语嘛是啊，就是讲我小说嘛20年拢无写过。讲台语嘛是啊，咧自细汉就做罕讲啊。但是我学台语是有趣味，但是就是别人反应啊，就较无趣味。阁有讲爱找着好的对象，像我的同事，一个查某同事，我喊伊讲台语，伊嘛有心去学，所以伊嘛会甲我回应嘛。伊嘛袂问东问西，讲安怎啊奇怪，安怎。我就是爱找找着好的对象。若是其他的对象，我就虽然讲台语伊的反应无好，其实嘛毋免讲家期待，因为伊都毋是我适合我发挥的对象，练台语的对象。就像小说，有人就是介意，有人就是安怎看拢袂介意。我毋免讲，甲我的心情放伫因身躯顶，希望讲因某一天回心转意，转来看我的小说，毋免啊。其实就是讲，毋免讲大部分的人拢欣赏我这个人，欣赏我的小说，欣赏我讲台语。我爱找着讲会晓的人，袂讲甲我泼冷水的人，就是安尼。其实道理诚简单，但是我定定都因为50%的人，这态度无啥好，我就失落。我袂记讲，我应该甲我的重心，甲我爱注意的所在是放伫其他有
有价值，有得到有即种价值，互我去练习，互我去，互因看我小选。嘿，其实都毋免讲一直问家己讲，我哪会无进步，我哪会比别人比袂过？就是我做想要比别人搁较好。即个想要诚好，即种想法互我诚痛苦。嘿，其实有时阵嘛，毋是讲人数足侪人大多数的人，就是好，莫追求迄种物件。拄着一两个愿意陪我讲台语，伊听我讲台语，伊嘛袂讲诚艰苦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若找着即种对象，毋是就诚好？我的小说有人嘛有诚好心啊，伊就会真正看，袂一直嫌呐。就是讲有即种人，一个两个都有够啊。我应该是爱学讲啥物是有够啊，毋免讲我一定爱讲全世界啊90%的人拢讲我好，我才欢喜。这拢是以前错误的观念，我是应该是爱豆豆仔去甲伊调整。其实像我今仔嘛是讲找着一个青云人，伊就甲我约去房间内底。伊甲我约去房间内底以后，我就讲要和伊练台语，可能无啥物兴趣，毋过伊嘛有捧场。和我讲甲几分钟，我就知影讲，对啦，就是这毋是一个较有耐心的对象。我嘛毋免讲安尼就受着打击啊，反正我嘛是凊彩找啊，我就找着人，就问讲我要学台语啊，你愿意和我讲台语无？若对方若是想讲甲我无话题，那嘛不要紧啊，我嘛无损失。就亲像讲写小说，无人看，我嘛无损失。我我上大的问题就是会想讲，无人看我的小说，这就是失去。我着失去啥物有诶无诶？其实无呢。就是捡着一个，就是用这捡着的这种观念，所以嘛有人就是真拍拼，啥物小说、啥物文章拢一直写，伊训练伊家己啊，有这种决心，伊阁有一直交网友，去看别人的文章，别人当然嘛会甲伊捧场，伊是真骨力。看别人安尼做，当然就是有一个好的回应。我毋是啊，我嘛无好好啊。我敢若会讲去看别人的文章，但是我无好啊找对象。我就是看到别人伫社团的文章，就咧起赞，就去回一寡话，但是我回话嘛，毋是讲大家真欢喜。作者可能看看嘛，想讲这个人来乱呢。安尼我阁想讲要期待讲别人会使因为我安尼甲伊回，伊就会好好啊去对我有好奇，去看我的小说。这其实是错误的方式，所以我即马就想会开，知影讲这是方法毋对。我毋免讲。一直想追求啥物物件，结果阁用不对的方法，结果反应无好，我阁对家己无自信，有家己去找伤害的，替人伤害的感觉，这就是我长期的问题。我为即马开始就是调整，就是知影讲，有的人就是有迄个缘。
可能看小说，甲我饲一个赞，这就是缘分。啊，有诶人就是会当喊我练台语，拄仔好伊嘛要找一个人讲话，喊我讲伊嘛是，嘛是有兴趣啊，无就是伊嘛无差。其实就是安尼尔，其实真简单，但是我会甲代志想甲足复杂诶，就亲像我伫网络定定看到一寡较忧郁症诶人，伊就是想甲足复杂诶，变讲伊诶不如意啊，去互伊放大，变甲全世界拢甲伊，全世界拢甲伊放散，迄种感觉其实嘛毋是，是甲一寡物件放大，其实无遐严重。像我若台语讲无好，其实即马这时代，逐个拢会当体谅啊。你讲台语讲无好诶人，搁伫遐学台语，搁伫遐硬讲台语。虽然讲逐个嘛会烦，但是嘛毋是讲真奇怪诶代志啦。学一个物件，安尼人只是会想讲这人有决心，只是较麻烦啦，变讲别人会死，爱较牺牲一点。但是这嘛无啥，都毋是讲叫因借钱互啊。还是讲要浪费因的时间去做啥做啥。其实拢做会着，只是讲有诶人较好，有诶人知影讲我诶心，有诶人就是甲我当做朋友。其实这嘛是真好诶方法，就是讲会当找着一群人，就是拄仔较好诶人。所以讲毋免讲因为拄着即个代志，就是处罚我家己，讲我家己一定是真歹啦，我已经是安怎安怎，就会想这甲家己想甲真可怜。我定定就会想要安尼。讲啊，家己真可怜，希望讲大家同情。其实毋免，就是讲一切拢是缘分啦。有即个缘，加讲台语还是有即个缘，小说有人欣赏，即拢放互自然。我就是讲无放互自然。像我学电视诶物件，就是真自然啊。搁迄表诶课啊，免钱诶。第一届我毋知，无去听。今仔有看着，为第二节去学嘛会当啊。学诶无写功课，袂赴写嘛不要紧啊。就是会当学偌济，就是偌济。但是我对台语就毋是安尼，我就会想讲，我哪会讲啊无好势啦？我哪会发音一直记袂起来啦？我哪会安怎安怎？别人讲遐好，我安怎会不如别人？拢毋免，就甲即个物件。所以你看我即届去小说，去谱我诶小说，搁学台语，学讲台语。第三个我嘛有去学线顶教人安怎写陈词。其实这三种代志会使甲用一种想法、一种道理去甲伊看。陈词的物件我就是有学着、有听着，就真欢喜。嘛袂讲甲人比较，嘛袂讲我哪会这遐简单的道理，我哪会即马较看着啦？嘛无啊，我就发现讲，我工课上会当用着，我就紧去改，有帮助。若以早毋知影，迄就毋知影啊。毋免去想讲想要第一名，就是安尼。